千世间，真奇怪，情要非中破虎，偏是恨。官把见到两代情缘，正讨这生生福能。大家听好了，少爷做了官，你们呐，今儿一律给叫老爷，称我老太太。老爷，老太太。今日何苦你们不苦来嘛，都下去做事吧。母亲。儿啊，你现在做了后不道，这是吵架之大幸。不过为娘我还有一件心事未了。母亲请讲。儿啊，赵家世代是你们，几下子你何担心？与两家订婚呀，为公民图，一旦公到自己。不孝于三，无儿为他，可美娘家娶才妻。孩儿亲生无名，母亲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爷。叫老爷。老爷，老太太，两个堂妹可能多到睡了，不等老太太，老爷到哪听几言？母亲，请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尽管点些东西。老太太，我母亲，你孩儿看来这真是可喜之兆啊！何以见得？啊，这叫点些就是问，重问韩玉祖。哦，且非孩儿从今后要改问门庭，重整家生的大喜之兆吗？倒也不错。下次小心。谢老太太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弟，你今天怎么会来的？阿姐，今朝府上没热闹嘛？
爷大喜的日子。啊，老爷，这里的老爷不是死了？是这里的少爷做了官，改成老爷啦。哦，少爷的老爷子。哎，阿姐，上次那里的衣裳洗好了吗？洗好了，你等着，我去拿。哎，请啊，请啊，请啊！少爷的老爷子。阿弟，阿姐，妈，快追吧，我望着你。哎，来，阿姐，我这里有2两银子，请你拿去做件衣裳穿。阿弟，你在客栈里做伙计，平时赚的钱只归自己用，这银子是哪里来的？这是我替身送信才来的。送一封信，能值那么多银子啊？阿姐，说起来真当好笑。阿姐，初7、8月1来了一位大小姐，心事匆匆走望街，同我送信去上君家，只要我外面不去家，送我银子做哪怕。哎呀，阿弟，你不知道他们做啥事，啥时候来，可怎么办呐？阿姐，你不要急呀，后面还有呢。原来他俩有事情，那小姐身上已有孕，这位夫家要太太，又想当太子何分？太子一声不答应，老大官一才出门。阿姐，阿弟，女子做外快，还是不要站的好。干啥？我有个头好的强，他情愿进我情愿去跑。好了好了，快追吧！今日宾客很多，你在这里不方便。哦，那你一定要注意弄不错。多多怠慢送卡。儿啦，你有什么是你大喜之仇，你要早做准备呀！孩儿今晨娘教训，母亲请歇歇去吧。你早些休息吧。当当当，我正在城楼观山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，旌旗惊愕，惊愕，惊愕。请我道中茶来啊！老爷，请用茶。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的。金娥啊，哎，刚才当番茶主有没有烫痛手？没有。多谢老爷方才替我求情。没有烫上就好，没有烫上就好。金娥啊，哎，把茶送到我房里去。哦，老爷你怎么怕我吃了你呀？去。
金娥啊，你不要再哭了。我有什么办法啊？新奶奶她一刻都不离开我，你再忍忍吧。难道只是谁这么说了？我，哎，奶啊！那天晚上你自己说过的话，难道你都忘记了？我。你不该欺我，敬我上女子，将这花子谁收靠？你莫让我将这花子谁收靠？你莫让我的令人笑。我对你有情深爱，情是阿山，愿下发同结老，谁知晴空凄厉，无名去情难为啊。强颜欢笑在心深，怎肯将你去听好？今后心结难舍在此花，只有慢慢想聚焦。为啥？我已经有了。有？什么有了？我已经有3个月生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有3个月生了。哎呀，这何尝他了？这何尝他了？金娥啊，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？我回去俺都把胎儿当呀！老爷，新奶奶来了，老爷，这是找机会再说啊！老爷，老爷，哭什么哭啊？你还好意思哭？哎，太太，你来了啊？老爷，金娥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看他好像哭过啊！我在这里说话，他匆匆忙忙地跑出来，把我的皮衣物拖到荷花池里去了，被我这么一顿，所以哭了。太太，这种人不要管他。来，我们赏花吧。老爷，你不是说今天要出去拜他吗？我不想去了。为啥？太太，阿弥陀佛有人语，真人将你丢归中，因此拜客不想去，不想去，陪伴你红纱红花落，永
去找位，免得我结quả。是，我听朕言去做父。哎，你在家一定要多多包容啊！哈哈哈哈哈小弟，来，他来了没有？少君来了，刚才姑爷在这里，他躲在我们不敢进来，快叫他进来。小弟。妹妹，上了。上了，你死了。长夜相思，所更了。我心若一走，这是你怀孕身孕，不知曹家与我所好。情况一切都在心中，你回去困吧。哎呀，快睡吧，回来。阿娇，阿娇，你是谁？我找。耶。你不是上次同我送信的梁小姐吗？梁小姐，你是龙兴客栈伙计？哎，对。哎，梁小姐，你怎么在此地？你怎
怎会在此？我来寻我阿家，我阿家在这里。你阿家是谁？我阿家叫金娥。哦，金娥是你阿家。金娥，阿家。杨小姐，我阿家在吗？啊，我替你去讲。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哎耶，这个世界倒是蛮小，旁来旁去都是熟人哦。这倒稀奇。阿弟，阿家，你的衣裳我洗好了，你等着，我去拿。哎，没，阿家，刚才你叫你的那个人是谁呀？这里的新奶奶。哦，她就是新奶奶啊。阿家，这个人我认得哦。你怎会认识？阿家，上次借你2两银子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呀，你说有一位小姐托你担心，私下商量，请医生当开。侬猜这位小姐是谁？是谁？就是这位新奶奶呀！哎呀，你不要生出神哦！真的呀，她还认得我嘞。阿弟，这话可不能到外面去讲，你要是讲出去，你的新奶奶难做生理哦。阿家放心，我是天兵天将了，不管男女推进个很上。好了，你快到后门口去等着，我去拿衣服来。为啥？现在可逼不得从严了。老爷做了官，老太太吩咐，以后地下上游客来往，只需等在后门口。你快到后门口去吧。哦，这说什么话？难道穷人瞧不得人了？哼！莫等看来出了问想不到更不积极是今我常来常往走得清。上辈曹家子，正棍须把子你。妈，今日不能为的是我要拔掉这祸根。今我啊，我这里妻子要平生，你莫管我为妹心伤恨。金娥，新奶奶啊，金娥，到我房里去倒种茶来啊！你帮我重重的就放在这里好了。哎，新奶奶，请
茶。啊，你沏的是什么茶？我要的是龙井。啊，那我去闻嘞。不，我自己去闻吧。阿弟，阿姐啊，怎么这么慢？我等啊等死了。正巧新奶奶叫我去倒了杯茶，所以晚了。那快走吧。哎，哎呀，不好啦，出事啦！哎呀，阿弟，不好啦，出事了，出出事了！啦！你是快走吧。阿姐啊，出事了！出事啦！哎呀，不好了，出事啦！出事啦！出事啦！新奶奶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在哪里？这在哪里？这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房里的指纹不见了。新奶奶，不要哭，慢慢说。指纹怎么不见的？哦，房里什么人进去过啊？这个人倒是没有人。哦，只有进屋去倒了一盅茶。啊，老太太，刚刚我是进去过的，不过我没见到指纹。这样吧，我人没离开过，再请新奶奶算一算吧。不用算，进屋是老实人不为的，一定是有别人进去过。全夫人差不多都在这里，索性统统算一算吧。啊，新奶奶，你叫人算吧啊！哎，你们都向我算吧。老太太都没有。来来来，做啥？为于我。你难得来，也没有进去过，不为的，不用算。穷要穷得亲不嘛，算一算，太太算算，算一算，太太算一算吧。新奶奶，老太太也没有。那手鼓就上课了啊！阿姐，我要走了。衣服拿去。哎，对，万一这套衣裳没有收过，哎，再算一算吧，再算一算。啊，太太算算，你们不为的，算过就算了。新奶奶，还是算一算吧，这样我弟弟也好放心。是啊，要是你不算，我就是走了也不放心的。算一算，太太算一算。弟弟的脾气我知道，就算一算吧。金娥，哎，那你自己接吧。啊，啊，金娥，金娥，原来是你，老太太我。自愧，老太太自人自面不知羞。来，家法伺候。老太太，慢，伯伯。这种人岂能再来府中？应当送官府去年满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请我私孝敬父，你是知我为人的，老太太，这是冤枉啊，冤枉！越争越争，万事冤枉。来，把他押送衙门。慢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他推不自问，正要送官府去年判。金娥，推东西。老爷冤枉！怎么老太太开恩，用我苍天地的洗衣机，今日弟弟来取衣，偏偏新奶奶失落之母无此心，心想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就请新奶奶来收身，这
你今我有啥这个？为啥要替他讨情？阿姐，为美一夜提醒我，今我不能有生于。今我啊，方针心切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老爷，难道你真的忘记什么？不要再说了。这种人岂能再来服众？来人，将金娥关出府门，永远不许上门。老太太，冤枉啊！冤枉，老太太，冤枉。阿姐，真没想到侬会做出这种事情。阿弟，别人冤枉我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？那侬还怪我？记得娘死的那年，我们饿了3天3夜也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，现在有去有错，我还会做出这种事吗？可我不错，阿家向来规矩，不是这种人啊。阿姐，阿姐，那这包裹是你亲手打的吗？是我亲手打的。打好后有没有离开过啊？没有离开过呀。没有离开过。那这愿望只有请包龙奴来审来。那包裹是你亲手打的，打好后有没有离开过？是否有在你的包里？这事情怎么讲得清楚呢？哎呦！哎呀！我想起来了，我离开过的。啊？什么时候？你到后门口去等我，我去拿衣服出来。正巧新奶奶叫我去倒杯茶。倒茶？只有那时候离开过了，包袱只有那时候离过身了。当时只有新奶奶在旁边，莫非她？我明白了，阿弟，这是还是你害我的呀！阿姐，你不要瞎讲，这不是我害的你呀！你想想，
是曹府的新奶奶，我在曹家做丫头，你是我的弟弟，要常来常往。你又知道他的事情，万一你说出去，叫他怎么做生意？他要事情不败露，虽不能让你来，不让你来，只有让我离开曹府。我没过错，他不能怪我罪。虽是即将之王失荆报国，奥定是我推荐我滚出曹府。这样一来，他的事情就不会败露了。这不是你我的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阿弟，你哪里去？找他孙走去。哎呀，阿弟，你不要去！阿姐，侬不要来我找他孙走去。侬不要来我。阿弟，侬可来我。阿弟，阿姐啊，阿姐啊，阿弟。那只好我门上。哎呦，哎呦，阿姐遇了，他要争来我又争，他要争来我又争，两位妹她不中有生意，这里还有风信。阿姐，这信是谁的？上君家亲戚。上君家是谁？上君家是两位妹的情人，是他写给亲人的。哦，那这信你是哪里来的？刚刚在后院拾到的。哎呀，那你方才为什么不讲？本想交接他问些人。哎呀，你呀！哦，快看看他写些什么。哦。君家恩郎是你，阿姐，是亲戚，是亲戚，快看！恨狂风无情，今山梦中鸳鸯，对，是鸳鸯，鸳鸯是一对哦。愿爹娘不离，可怜吧？不离，可怜，不离。你我天各一方，幸福中主腿。阿姐，主腿啥东西啦？主腿不是腹中胎儿。中胎儿，对，是胎儿。尚未事发东，果然是风景东厂，哈哈，来大哉！阿姐，平居在手，有月报月，有仇报仇。阿姐，走。阿弟，阿姐，走。阿弟，阿姐啊，慢来。阿姐啊。陪公主，他为什暗中少家心？为妹纵然心长恨，他也是赔不无奈报私仇。我与曹家冤仇非一起，怎么有期间？
搿么侬慢慢讲嘞，侬慢慢讲嘞啊！阿弟，哎，我们父母双亡，这世上只有你我最的最亲了。我说出来，你可不能怪我。阿姐，我不怪侬，侬讲侬，阿姐。阿姐，侬讲。阿姐，侬胆子大大讲侬，阿姐侬讲侬，讲。阿姐侬讲。阿姐侬讲。哎哟，我急死人了，阿姐。阿姐侬讲侬，阿姐侬讲。阿弟，哎，我已经完了，朝京堂的太子了。哈！阿姐，侬完了朝京堂的孩子啦！朝京堂，你这个活畜生！阿姐躲在屋里闭门不出，几个月功夫还磨得了手，等到银儿哭了头上落来，总不能一生也死不出门啊！哎呀，急死人哎！哎呦，急死这！哎呦，哎呦，急死人！犯上灾难，我有件艰难之事，想请侬帮帮忙，想想办法。王伯伯，你有难事找我想办法，我有难事才想办法哦。侬有啥个难事讲出来，或许我也能替侬想想办法。我的难事吧不能讲的呀。金福，侬在客栈做伙计，人得少，我这件事啊，无能是我要请侬帮忙的。好个，济南不帮非好汉，能帮人忙总是好的。啥难事讲出来，我一定帮忙。金福，我这件事啊，侬千万不要同别人讲的。王伯伯放心，我这张嘴巴啊是铁壁铜墙，用铁棍敲都敲不开了。您讲好在，更好在。好过，丁福。有一位个卡上名叫喜庆堂，
成富豪，年过半不上父子，一心想把儿防逃。个太太人是个不肯依，是你吵呀吵分好。今年老爷请上车院外个门，太太曾好计较，安葬土皮石有声，安的痛心个小宝宝。我跟我讲，到现在12个月一出头，我是心来心去嘛幸福到，跟着你看出里面人头上，可不帮我找一找啊！哎呦，真是菩萨保佑啊！我怎么拿这件事开玩笑？王伯伯，一个男子都嫁去了。怎么？宝宝我与龙女？侬莫开玩笑，侬光棍一条，哪里来的宝宝？不是我有，是我。是侬啥人有啊？哎呀，这要有宝宝，哪有讲不出个道理啦？王伯伯，你这张嘴巴千万要上把锁。哟，放心放心，我这张嘴啊，也是铁壁铜墙，那天叫叫都叫不开噶。快说，宝宝是我阿家的。啊！侬阿家有没有出嫁？真会生宝宝？兄弟，是来挖场。这曹金堂也太不是人了！啊，不知几时上啊？哎呦，就这2天。哦，好过，到时候啊，我偷偷来接上。那这件事情，你千万不要对我阿家讲哦。有数有数，这叫做送人本金，我你不良，大家不吃亏。哎呦，给我，最好在本地家别走。太太，去嘛，你看这可怎么办啊？家民已经12月，老爷今日要回关，再拖下去要穿把，急得我对婚也把手脚冰凉，落手不知心思小落长圈圈，长圈圈。哎呀，太太，哎呀，太太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姐姐只要不是你一定要暖的，这事不早就办好了。现在再不能逃了，我看女的也好，将来可以找出大男人婿。我再去找好，快去！哎呦，太太来，快去！哎呦！我怎么去找你嘞？王伯伯，我来看看老爷有没有回来。我还没有。哦呦，菩萨保佑，上了！上了一个大胖小子啊！哎呦，菩萨保佑，我做什么要办辛苦啊？神灵，你可以等着你，快把他叫进来，快去！我去！呀，太太，女儿，来。
去嘛，你的功劳不小。太太，这就是根夫，根夫啊，这位就是太太。太太，爷，他不是自己都要上的啦？哟，不是这是假的吗？哎呀，来，当心啊！老师，哎呀，心爱呀，哎呀，这孩子你们以后不能来看他的哦。当然，送掉圣书以后就不上门。那写一张，那写一张，太不用写了，我已预备好了。妈，只要挖个牙就行了。根夫，来，妈，只要挖个牙就行了。挖牙，根夫，银票你拿去啊。票，根夫，根夫。孩子我不送了。好事，我不要追了。是不是银子太少？要多少我可以加你呀，可以加。是侬银子越多，我越不说。我穷三穷，还不等着买外甥银子用啊！我只要你对他好一点。但我总不能不要你的孩子啊！是啊。更放！好事，你根夫这人啊，比起我是晓得过，他不要银子说了，弄僵了，不好。那要是他以后反悔怎么办？反怎么回啊？仅此一言，死什么男子呀？是牛男贼！马男贼！来，让我再看一眼。侬反悔啦？悔是不悔，不过他总是我的外甥啊！你们一定要好好对他哦。这你放心。根夫，总比在侬自己屋里有一个美丽的好。好回去吧，等到阿姐醒来，我见孩子是要接生啊！对，我给阿家纪念去。外甥，娘去走了啊！醉吧啊！你们一定要好好对他哦。你放心，一定要比确保哦。一定。
家生儿10个月，他却是12个月在临盆。常言道，12月为的是龙胎。我也心里想也心。老爷，你还是求求宋子娘娘吧。这话不错。他比郎中高才灵儿，我定装修庙里非着精神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哎呀，老爷，哎呀，徐妈，老爷，大人怎么办了？徐妈，老爷我不急用功，让我进去看看。男人酒不吉利高。哎呀，老爷，你还是再求求宋子娘娘，许你大幸，太太就生得快些。宋子娘娘大慈大悲，保佑我家太太早生早养，我的少教铺路修良的，朝不相离。宋子娘娘。老爷，太太上了！老爷，你是不能进去的呀。谢谢宋子娘娘，谢谢宋子娘娘。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！不，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啊！我有儿子了！我孩子相在，我不想老爷啦，想我。离远，天灵保我，把离开好。从中有赏，从中有赏。哎呀，老爷，快去烧呀，取个名字吧。哎呀，对，取个名字。上天赐给我的呀！是啊，我是天子灵儿。好，就叫天赐。好啊，天子。谢宋子娘娘。
报仇伸冤，现在儿孙上，谁知鼻孔无儿影啊！这真是当来一记，当头跑。娘找你来了，娘找你来了。姑娘，哎呀，姑娘，你要做什么？娘，我去。哎呀，死不得，死不得！哎呦，姑娘，常言道，好事不与难忘，可侬为啥要寻死嘞？姑娘，哎呀，姑娘，侬有啥苦，不妨讲给我听听。啊？真情怎能被人讲？姑娘，哎呀，姑娘，侬讲呀？是家年满谷这好一个你不知，推人推去无踪影。哎呀，姑娘，我一生希望多一稳固。
艰辛，你的真是这可怜，老太婆听听伤心。姑娘，我家太太新生子，要照顾你娘为苦门，你儿子这种领有难，倒不是去我东家府上上去哎呀，姑娘，你先到居家去做内娘，慢慢再寻找儿子，将来还有相位之策。倘若你往窝里这样扑通一跳，那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对呀，你这年纪轻轻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啊？回一步，弟弟，你回了几步了？哎呀，再回一步嘛！弟弟说得好，弟弟神父。光阴似箭，花似锦，转眼一过18岁，天子儿从城里，满腹经纶。但等他比自年大，我儿管他上京里。唐玉一光和官子，光宗家族好欢喜。弟弟母亲，我一定不心中就不问爹娘后望的便宜。老爷，你看我家天子讲话多少有礼貌，多少孝顺。这也是太太教子有方啊！少爷，奶娘，出城天气，当心水凉。谢谢奶娘。奶娘，太太，奶娘，你辛辛苦苦抚养我家天子，自己的孩子到现在什么下落？以后啊，你就将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，在府中好好享福吧。太太，对，这话说得对。多谢老爷太太。禀老爷太太，新任知府来为拜。哦，新任知府，我们是私交，上次我去拜他，今日来为拜了。你们为宜有请。是，有请知府他身。
家生我功臣，小弟今日当面请罪。不管不管，请。徐翁啊，大人喜欢。请。走近了，徐翁，这位是我的天赐的奶娘。请。徐翁，小弟今日来此，一直拜上徐翁。多谢多谢。儿子嘛，闻令郎才华过人，也有一件不知可否。小群兄弟么，管老大人下问，陪我叫他出来，请大人当面教诲。天赐，天赐，快去进屋找报啊！小着许天赐坚固报复。徐翁啊，现在一表人才，徐翁真好福气呀！托大人洪福。爷子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高手。唉，徐翁四次不问，倒勾起我的心事来了。他人那一夫之主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哪里来的心思哦？徐翁，你哪里知道我？江湖上一夫之主有哪位？膝下父子好上辈，只有一个女儿才归着你想我爱你去讨常年老女婿半自长，他人何必徒伤悲？千金乃是名门女，还怕你成龙快许配成恩对。徐翁言之有理，目下又是有一神，只怕神家不肯。只要你他人看中，神家哪有不肯之理？他人说出来，待我替你为媒。徐翁啊，就是理了。唉，这是小女生性教养，不知徐翁意下是何？他人真的哪有戏言？哎呀！哎呀，快坚固有无？快！我见沿着面路不由自识，莫非是也小女门庭地雷，配不上沿着吗？大人，小叔叔年轻无知，大人切莫见怪啊！回应大师乃父母之言，媒妁之言，岂有你不义？弟弟，快去见顾有无！弟弟，快去呀！坚固有福，也许勉励。徐翁，你我要改口了。请我啊！小弟为家即刻准备早我宴。马上完美发聘，直接认亲。好。送亲哦。送有无量，送有福。勉励。送亲哦。来福。送有无量。来福。送亲哦，送亲。
亲哦，送亲哦，哼，弟弟，小畜生，不识抬举，谁家知府千金求都求不到，你却支支吾吾，你弟弟。高兴金荣扬传奇，心情凶悍多怕，夫人官去把情敌，与其发牌交关羽，倒不是去关门严守情。高处者谁往低处流？哪有宽进黄金不是？却是他滥动之力。弟弟，并非儿不识抬举，将来谁有不到之处，孩儿对不起弟弟娘亲，放弟弟三思啊！你这个畜生你！老爷息怒，你听听，老爷息怒。想赵大人的书香之儿，正派君子，怎会养你不教你？你这个畜生，你书香之后，正派君子。君子，我愿去18年，千痛万苦内心底。今在仇人又相见，恨不能要他几块拆我气。真乃是既难于杀头土人难于泰山地。到18年云头受此了，难道我对人恨过来忘你？环境做下面的带领好马嘞。长江流水
车子那即将上门前门可回。环境做下面的锻炼好拿来啊！我啦，哎，天气的头下面有嘛？有！我家少爷名得正清，马蹄玲珑，做上鞋子。哎，一个好不好？好，哎呀，多少铜钿？3个。跟夫，我说阿姐，阿弟，阿姐，阿弟，阿姐，阿姐，18年过后，我这边天暖地不行啊，心中不走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，阿弟，我曾几次回家找你，却始终自己从我不起你。阿弟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意难平啊！当我为家不吉利，觉得我匆匆跑去吵架，吵进来使我倾听发生，当前稳成家，将我发配千里。提升帮工10年整，记下几两雪花泥，想起阿家心爱，欲给做虎郎到此行，阿家。
年功夫，今日相见，理应欢欢喜喜。阿姐，你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哭。阿弟，你也不哭。你老了。阿姐，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呀？自从那日此情儿，我疯疯癫癫要自己，好心人举目到其家做媒娘。家，就是这家。你认识？哦，不认识。阿姐，我过了去。难到自己，你知我儿不知去问你可知心？阿姐，阿姐，这几家有几位少爷？只有我抚养的一位，今年几岁18岁了。 48岁了呀。阿弟，你是什么？没有什么，奶娘没有什么。奶娘，你快来呀！我来啦！阿弟，你放在想是什么？阿姐，哎呀，阿弟，我在哪里？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奶娘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快来啦！阿弟，阿姐，现在一直跟我讲不理清，下面弄大去，明朝到我住的地方来，我详细对你讲啊。那你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关帝庙隔壁。明日少爷成亲，要来是有后天啦。你后天就要来的呀？我晚会不来嘛。奶娘，你快点啦！来啦！阿弟，你一定要等我啊！等奶娘，来啦！哎呀，想不到18年功夫，他们母子两人竟会住在一起哎呀，世上竟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，真是好像一本诗嘞，好像一本诗小路难平，后尘冤情我怎关心？黑姑君。
迎房门，弟弟他却也不是攀高情啊，我恰是河东之士难思成，这见他面无欢笑，人事变，一从阴云遭眉心，我这里要得叫他心心怀。要想起头难成身。二更了，死而不早，请安息了。我不想猜。方才是为宾客所传，堂上陪酒，万望原谅。哦，堂上宾客莫非都是红顶花翎的塔官？不是，堂上宾客无非是书香交往的商贾所人和同场有约。我到你们齐家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，原来都是些营商所过，寒酸书生呀！你，青翁落晚早记喜，怎知蒙尘抬头变？乌鸦冒风不自此，玉木问主早成吉。谁是玉木？谁是乌鸦？谁是王头？谁是曹杰？你真不是那句。实非您般强加于我，我还不想搞派你。千金地的，不过丫头的话可从来不骗人。邢奶奶，你听我说，懂儿子。邢奶奶，你滚不滚？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奶娘，实在我家，你连做丫头都配不上。赵小姐，我看你无女像你的爹娘。我爹娘怎么样？没有什么。怎么样？没有什么。你说没有什么？快说！赵小姐，你不能逼真太深了。我爹娘，你们这些丫头配随便说的。我看你的爹娘比丫头还不死。
见到放下，你也放下，放下啊！我放下，我放下，我放下，我放下啊！啊！你，赵小姐，赵小姐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死了，死了！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！弟弟，站着！夫妻吵架原是小事，怎能不尽心吧？儿啊，你一阵饭，我一阵醉，赵小姐终于不是你给看在有无问上。这门亲事我本不愿意，还是退了的好。不可，100个天地，是我能退。快进去向赵小姐拜个不是，早点休息。实在出门，当着你的结果。进去，快去！进去！有什么话你好好讲好了，这么凶做什么？儿啊，听娘的话，快进房去吧。什么事？弟弟，千金4万了！哎呀！哦，许贵，许贵！我去寻找王爷太太来，这小姐已经死了，快去，快去呀！小丑子，好好与你去问去，是不是新婚子要闯下这么大的祸？哎呀，小哥哥，你为何事？你快告诉我为娘啊！王爷他正他这就出了王门，是我死的。我也不知情。好不容易啊，太太到，人在哪里？人在哪里？在哪个里？啊，宝贝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！我想你要生，我想你要生。小畜生，我女儿和你有后冤仇，你一定要害她。轻松，哎呀，叔叔拿我明天到宁远衙门，叫宁远令叔叔到此。请我有个好事，有个好事呀！小畜生怎么回事？你快讲啊！讲儿，小姐我正常，我委屈他了，别弟弟别心亡命。小姐已经死了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。哼！话一教育才相信，兴亡之终于不生。从此亲子不问其他心，我叫你贵人，这畜生新婚之夜将我女儿吻死，你要为我伸冤报仇啊！贵人，我家9子多女，你可不能鸟放他呀！请死了我贼！现在房内不动，说起撵来。贵人，还我女儿，还我女儿。贵人，风雨兼念，念得女死一具。年养18、9岁，身长4尺9寸，周身无伤。只见胸膛被利器受伤，这次行当，胸前再有半把尖刀。这有半把尖刀。
季家少爷与他如何冤情，竟要杀他？哎呀，阿弟，你哪里知晓？赵父千金生性泼辣，新婚之夜与少爷争吵，我好言相劝他办那剑道英雄，使我死为一道。吴少爷喏，我想尽责了少爷。你哪是在吴少爷呢？你是在说亲生女子啊！哟，你说什么？你知道季家少爷是谁？是谁？他就是你的亲生女子。18年前，我怕你未婚生子难以做人，就偷偷的将孩子送进季家。想不到，哎呀，想不到，阿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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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桂圆，大人，今日桂圆临战，多多辛苦了。此案是大人定案，望请大人见斩。哎，这是桂圆之责，本府岂能过分？既要背着见斩，那法长一切该需背臣作之。那我当然是背着方式。请大人，今日谁知法长背着上有一年奉告。长面头，张刀不在无在谁，光斩天子。
算是家庭。他人啊，鸳鸯儿嘛，非会忘，万望民间30应。我已请来刑部大人进来，上仙将在我担来，后续归元难收心。大人，归元老道了。大人，大人，53可以刀，此人一刀来与我开刀。是冤枉呀！刀下来人，斩不得！此人一刀为何不斩？大人，这般发展民怨庭，又已经连一副身孤儿不斩。三当庭儿有冤情，或许再生，来与我开刀。冤枉呐！刀下来人，斩不得！斩不得！斩不得！贵贵，你为何两次不斩？大人，发展为两次有人民怨，两边知道真情，怎能再斩？本府为何没有听到？大人，法场上有人民怨，怎能不理？本府听完从不差错，何须理他？哎呀，大人你看，法场上百姓众多，实在不理，只怕有人要说大人草菅人命啊！这冤你们欲有冤情，还不快讲！阿姐，侬快讲呀，阿姐，讲。曹金堂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外甥18年前的曾经我吗？他敢风无女，不能自将他滚出法场。且慢，我听他言语气强，恐有不法妓院，你问过谁有实诚？此人得了封地之兵，实在神不不清，言语轻巧，或许再分自愧。我一不奉而不报，我今日前来，就是为了找你算清18年前的血海深仇。那你快讲阿姐看侬，阿姐，曹金堂。你不要浪费棍张子言，今日我要不去你你强硬地将我气，你却若是我外了云，事后抛弃另娶妻。新奶奶名叫梁惠美，在娘家与人私通，生有喜，其他财也为情妇要当台，托我弟弟把书信提。可惜当台不成功，待云上交拜天地。正所谓不知冤家不旁头，
两位妹，花园巧女，我弟弟他怕陪路机关，离他学艺在张石头记，他们上下离心，言我没有只得擦眼泪为无力，我未婚幸运修建神圈，所破苦多悲，只有满足身过暖小孩，谁知一步为邻一步去，我弟弟跑走婴儿安送人，急得我呼天抢地清风里，有心断剑陪人就到齐家，从到奶娘独生计，苦苦哀18年呐。18年冤仇难忘记，谁知朝着来几家，宽中少爷做女婿。我知道少小姐就是私生女，真奈她生性骄横不讲理，气得新郎出新房，我好言相劝反对起。他那剑刀来英雄，我视为无伤非本意，不想害了几少爷，死绝良心对不起。哪知少爷并非太太身，是弟弟当年轻松进府里，跪在法场上，受是知府老爷亲身立即设置凭私本，不顾天理，为了儿女，不是恩君求成亲，自然是结因。我全心的愿那家园恨不能迁到外国。先可开我诽谤官宦眷属，难道这封情书你也忘记了吗？你这是哪里来的？才后月是大的。无耻奸人，你自己去看来。为何不斩啊？来，开刀子！老夫的，老子，万事不斩，不斩！别大声！人一股，为何不斩啊？贵人，你可听到？曹家奶奶曾见我府上，许天子嫔妃赠书，两在君如无才，岂可再斩？哦，两在君高无才，君高无才，君高无才。那好，子民百姓听了，至今安静一命，曹大人亲自宣告，曾经我齐天子全部负责，万望做个见证，来送报。多谢老爷，老爷。老爷，太太，老爷，太太，天师。母亲。
去吧，儿郎，儿郎，你啊，儿啊，母亲，恩情一命，当头为呀。好好好，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哈哈哈哈哈报应啊！报应啊！父